听到我都要吗？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开始今日的吟诗学路来先练习咱今日礼拜所要唱的，所要吟的圣诗。首先来先练习圣诗第19首。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吟第1段、第2段、甲第5段。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远存时来所受一切的阻碍，你悲伤的愿做声，哦罗请予你尊名。第2段，为着当时的境地，无论明日虽无明，山水花马喷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你悲伤的愿做声，哦罗请予你尊名。第5段，为着主一段恩惠，白白相思愿真泪，诚心稳定甲认真，地上生活甲永生。你悲伤的愿做声，哦罗请予你尊名。这首诗歌咱真正要吟唱的时阵吼，记得上尾一节唱了，还有阿免安尼。好，咱先来看圣诗第113首。圣诗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这首诗歌的歌词是约翰甘尼文所写的，一个有押韵的一首诗。咱嘛是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
咱今日要新的娱乐甲技术的就日所以要来唱这祝你吊明河顶青草。这首诗歌第二段的歌词，第二段的歌词有解本来是有讲软正野生袂通，修补康复心灵。即摆歌词是改做软正野生实质，家天康复心灵。这个时阵爱改已经改过来。所以咱这个诗歌这本的歌词是旧的歌词，咱这个投影片的是新的歌词，咱要唱新的歌词咱来练习一摆，就是练第一段甲第二段。普罗上帝万福温暖上行咱就是练习一遍。请咱闭目心来敬拜上帝。
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遮多，亲像云围咱，就着放迄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身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车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担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9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用感恩的心进入2024年。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机会甲挑战，有欢喜，检测也会拄到忧伤、艰苦。回头来看过去2023年，阮大大感谢主有带领平安顺遂。同一样，阮阁要倚靠主顺坦驾驶，用所领受的恩赐，尽力来做。今年逐日的路站，主的确甲阮同在。阮知日头对西边落去，过日透早，阁会对东边出来。这是主的启示，是阮无论甚物款的操烦野线，拢要亲像暗暝过了，日出光明。主要安慰夫妻，亲手牵阮进入新的早起时，主安尼应允，劳苦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
也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才有的安息平静。阮台湾伫过来的拜六要选举后一届的总统、副总统甲立法委员，求主继续看顾徛起伫即块岛屿的人民，除去阮的惊吓不安，因为70多年来，中国共产专制政权用尽办法威胁台湾的安全甲发展，所以阮恳求主特别保守，互阮伫自主、民主，阁有独立自由意志来顺序选出对的人，通行正确的道路。自阮知，伫乌克兰、加沙走廊的战争也未煞，日本石川大地震抵到厝岛，道路破裂，建设毁坏，真侪人受伤死亡。羽田机场2只飞机相撞，引起火烧，也死失。这个天灾地变、人为灾祸，同款在发生，无离开，无停止，也无减少、减轻。恳求主施恩怜悯，才会现在在受苦、受伤、死失、损失的灾民甲家属，用你大权能辅助保护，万早一日通停战和平，修复来恢复复原。特别阮教会伫去年选举好会，选出新的长老甲执事，今仔日就任，恳求天父加添因的气力，旨意伫所交代尽职服侍，同心兴起这间教会。阮搁较满心感谢，是伫去年已经将对银行的建筑贷款申请，接续爱搁还会友借款的部分，以及原本的专项调度伫改建支出这部分的恢复，阮有缘就搁奉献伫建筑的场项，特别伫这1、2、3年的期间，真侪教会因为聚会转变，奉献收入拢有减少，当渐渐恢复到早前的礼拜，甲各项聚会，阮搁较需要够额的金钱来支持所计划的事工。恳求主看顾这南教会众会友，特别伫新的疫情，敢若有哪来哪扩展，除了爱提高防疫措施，注意防范以外，也保守阮对细囝到长辈，逐人将增强免疫力、抵抗力，互阮的身体保持健康、心情快乐。阮知主有主通倚靠。虽然头前遥远路途有阮救主在保护，只是阮当心要照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请坐。咱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57篇，启应文57篇，咱三甲来交通。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未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撇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
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搁来念圣诗，圣诗113首，圣诗113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来念全首。请坐。同心搁来祈祷，万权能的主，感谢你丰盛的疼痛，时刻显明，赐到你的快乐、智慧甲喜乐互阮。这宝贵赏赐放伫阮的生命内底，恳求主帮助阮，谦卑听你的信息，定根成长。成做阮每一日活力的来源，也得到鼓舞来行进前，学主的款式，传扬福音，传承信仰。祈祷靠主的名求，阿门。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新约罗马人书第9章，咱要对第9章30节看到第10章第4节。上帝话安尼讲，安尼咱要讲甚物？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意的关系，却对神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和上帝的认定，因做义人，反倒无得到，哪会安尼？因为因毋是对神，是对靠行为。因去踢着迄块互人绊倒的石绊倒。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咧，我将互人绊倒的石、互人绊倒的大石放伫锡安，
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兄弟姊妹，我的心热切仰望，佮对上帝祈求的，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救。我会当为着因做证，因对上帝有热心，毋过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因为因无明白上帝的义，要用家己的方法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煞无顺坦上帝互人成做义人的方法。其实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互信的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内，成做头前的灯，路上的光。俄罗即时要请阿萨斯班来献诗，用我全心意。
请黄牧师来讲道以色列人甲福音。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24班通过，用我专心意来带领咱来敬拜。这首诗歌也在讲起，咱当要来专心来服侍主。今仔日是咱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咱毋敢伫这第一个主日中间，通过这首诗歌，诚做咱即种的决志，专心意来跟对主来服侍伊。今仔日伫礼拜中，咱新任的长老、执事、甲单位的首长，也要来就任。咱来恳求上帝帮助因，会通专心意来仰望伫主的圣手引带，通过上帝所带给因。逐人无共款的恩赐，来服侍人，来荣光上帝，来促进上帝的国。咱也爱时常为着因来祈祷。咱这是咱当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正日2024年的头一个主日，阮要亲像诗歌所带予阮的信息来学习。阮当一切拢完全属于你，阮要专心来服侍你。恳求上帝，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来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搁较帮助阮，着用耶稣基督教阮听上帝甲听人的心，来跟对主你的脚步。来服侍上帝的国，促进上帝的国，伫阮所徛起的时代，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咱伫顶主日，仰望牧师通过罗马书第9章第1节到29节的经文，已经甲咱真清楚的描写以色列人因拯救过去拯救的历史。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族长的时期，过来是摩西的时期，到伫先知的时期。通过说明过去上帝对以色列人拯救的历史，但是伫基督来临以前，确实这个律法是上帝选民身躯顶一种的身份的记号。但是现在，基督来已经安怎终止律法？安尼，以色列人感觉是上帝的选民吗？伫遮保罗对伫以色列过去到伫基督为止，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第30节到33节，通讲伊要对过去遐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因为线接伫第10章开始。会讲起以色列的现在，所谓的现在，就是因迄当时伫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最后伫这个11章25节到32节，迄就是咧论到伫以色列的未来。现在咱就做阵来看第9章30节到33节，保罗对伫以色列的过去到基督为止。伊安怎做一个结论？伫即段的经文30节安尼讲起，讲安尼，阮应该安怎讲呢？咱要讲啥物？保罗伫遮假设有一个对手提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讲，外邦人毋免惊律法，就会当称义，安尼。信靠上帝、行律法的以色列人，却无法度成做义人，就是讲无法度互上帝宣判做无罪。迄个对手咧问讲，为什么呢？咱来看这个30节，才安尼讲起，讲外邦人无追求啦。这个追求，这个词是一个运动比赛的用词，那亲像。迄赛跑同款，要追求，要约。外邦人无律法，
因将来无法度靠着律法去追求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外邦人因的经验是直接经验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迄个疼，因感受了这个疼以后，就完全来信靠上帝，甲上帝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而且的外邦人伊无一个惯词，意思是指一部分的外邦人，也是指遐的保罗通过宣教的过程内面，因带遐的归信耶稣基督的外邦基督徒，也是讲罗马的基督徒，因对上帝的信是直接的，因感受到伫上帝内面迄个疼是无条件的。但是以色列过去是安怎？因甲上帝关系是安怎？犹太人认为，因爱先遵守律法，才会当互上帝来听。因将听这个律法当作是安怎？当作是上要紧的。实际上，听律法、爱律法已经超过听上帝。对律法的相信已经超过对上帝的相信，这是问题的所在。第32节，保罗就真清楚指出，过去的以色列因用唔着方法。伫这32节，咱做阵来看，这段的经文是要互咱看到，讲因伫遐是靠行为，因唔是靠着信。追求律法，毋是咧追求对上帝的信。简单来讲，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互上帝接纳、称义是有条件的。因认为必须要通过律法，先追求律法，上帝才会认定因是义人。因认为已经达成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就安怎？上帝你就有责任来拯救阮，来疼阮。这哪像一个囡仔讲，我考100分啊，你一定爱互我礼物，你一定爱互我啥物？这看起来哪亲像一种情绪勒索。犹太人因就是要借着这个遵守律法，讲上帝啊，你就爱称我做义人，我已经遵守啊，但是上帝你爱回应我。要求上帝回应因遵守律法的代价，但是上帝的听是无条件的，因认为上帝的听是爱有条件的。伫第9章18节，咱就读到，上帝讲伊要任命啥物人就任命啥物人。上帝的听，伊的拯救，伊的主权，伊的竞选。拢是上帝家己的主权。相对的外邦人，伊家己知影讲，家己袂堪伫上帝的恩典，所以因敢若真单纯来倚靠上帝的怜悯。犹太人乃是借着律法，咱讲侵扰上帝啦。但是外邦人真单纯，敢若信靠上帝听。这两种。成做一个真强烈的对比，方向行毋对去，搁较努力嘛无较专，无法度达到目的，因为追求的方法错啊。所以圣经内底咧描写讲，跋伫互人跋倒的石头顶面。保罗会安尼讲，是因为伊33节引用以赛亚书第8章14节。甲28章的16节，即这两段以赛亚先知的话内面，会讲起上帝家己指讲家己是一个互人跋倒的石头，讲绊脚石。因为以赛亚第8章14节讲，我是生神可畏的，我亲像一粒石头，互侪人来跋倒。这是上帝指伊家己是迄个互人跋倒的石头。但是以赛亚书28章16节安尼讲，讲上帝讲，
追求伊的人，伊要伫锡安建立迄个稳固的基础，伫遐放贵重的基石，顶面要刻字，有信心的人必然坚定。所以换一句话，迄个互人跋倒的石头是上帝，迄个设立通过信心来坚固，用信心来找求上帝，迄嘛是上帝本身。所以，即块石头有双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神圣可畏、互人跋倒的石头；另外一方面是宝贵的基石。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有人会因为耶稣基督跋倒，有人会因为信靠基督伫末日无抵到见效，甚至无失望。伫耶稣所传的信息内面，伊也安尼启示家己。伊讲师傅头所起杀的石头，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上重要的基石。所以以色列会过去到基督为止。伫上帝国，也是讲新的以色列的时代内面，即块石头，互人跋倒，也是成做人宝贵的基石。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面对的。拒绝基督的人，即块石头对伊来讲，就是互伊跋倒的石头。若是跋倒的意思，就是讲即块石头的标准，要谴责还是审判因？若是将基督当作是宝贵基石的人，即块石头对因来讲，就是起造信仰的石盘。这是保罗要将以色列过去做一个总结论。伫这总结论了后，咱来看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要进入一个现在以色列因的光景是啥物？保罗头前亲像在责备犹太人，但是伫遮第1节佫讲我热切盼望我的同胞会通得着救。所以，伊的心内是迫切的，盼望同胞会通得着救。头前伫遐指出，过去因家己用行为要得到上帝的接纳称义，但是因煞袂记的上帝爱的是来起造因的信心，这个信心要成做因信仰的石盘。所以保罗伫遐用真盼望伊的同胞会通得救。所以，甚至不断向上帝恳求，这就那亲像第9章第3节所讲的，讲假使我互上帝咒诅，甲基督隔绝，我也愿意。这是保罗用这款盼望热情，伊的同胞会通来认捌基督。这种的听甲旧约，摩西是真共的。摩西捌为着伊的同胞恳求上帝的赦免。摩西甲上帝讲：若是将我的名对死命册抹除，我嘛甘愿。摩西用伊的听来表达伊愿意为着人来牺牲迄款的程度。保罗伫遮，伊对伊的同胞的听也是安尼。第2节。保罗肯定犹太人伫宗教上非常的热心，但是伊也指出，虽讲犹太人充满热情，但是方法毋对，伫宗教的顶头敬虔，但是这无代表伊所认捌的就是真理。所以以前时常听到一句话，讲假神拜甲真。真神安怎假啊拜？这就是咱爱去反省的。咱咧敬拜一个真的神，但是咱的态度却是安怎虚假？这个款的虚假，
就那亲像后来法利赛派的人所产生的。而且保罗喺讲起，讲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现代中文译本是讲真知识啦，毋是正确的了解。这个了解较接近罗马书3章20节所讲的，知什么是罪。犹太人追求的是律法顶头真热情，因用律法来检视家己，特别因爱用律法来检视别人，来定别人的罪。所以，迄个律法对因来讲是一个病态，互因产生极大的罪恶感。耶稣的时代，伊就指出犹太人中间迄个假冒伪善，就讲假好的人。假好的人原文的意思是讲真够演戏啦，真清楚。耶稣看出这阵法利赛派甲经学士，因伫礼仪上是一个够演戏的人，因的内心无真正要敬拜上帝。也毋是要来引带人民建立伫这个石盘顶，甲基督有好的信仰的关系。法利赛派的起源头是对文士以斯拉以后所建立的，但是后来就愈行愈向律法主义，甚至伫礼仪上成做一个演戏的人。法利赛派自称因遵守上帝圣经的诫命，对律法非常的热情热衷，但是其实因用祖先的传统这的律法来取代上帝的话，这是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7节耶稣所指出的。就那亲像摩西的律法规定，祭司进入圣所的至前服侍前，一定安怎洗骹洗手。啥物叫洗骹洗手？要紧的就是安怎？咱讲这个人以前是匪类人，今仔日已经安怎洗骹洗手啊？无搁做歹，是一种悔改的过程。伊规定祭司入去服侍以前爱洗骹洗手，但是法利赛派的人将这个诫命扩大到一般的人民生活。所以因伫食饭以前安怎爱洗手？啊，咱今仔日洗手，咱是安尼洗。但是伊是温一个水安怎？伫伊的手背上面伫遐安怎点一个，再点一个，叫做洗手。你若无安尼做，就是违反律法。这种仪式，这敢会当互人性命伫着偷放？这是耶稣的时代到伫保罗的时代，因拢看到法利赛派的人因的性命这款的态度，甚至到伫今仔日，嘛有严格遵守口传律法的犹太会堂，也是讲犹太人徛起的所在，嘛有真侪这款的物件。我以前捌讲起。伫犹太人的中间，现代大楼阁有一种电梯叫做安息日电梯。安息日的时阵，每站拢会停落来，因为安怎？犹太人讲安息日的时阵袂当做工，点火就是一种做工。啊，你饲电梯饲落去，啪，迄有点火啦。所以安怎？你嘛袂当饲电梯，所以电梯是逐站拢停。所以你要去到10楼，你就爱酷酷啊等，酷酷啊等。啊，你若住迄个70楼的，你甲想看觅，行路可能较紧。安息日的中间，甚至通我讲起袂当饲电梯，安尼即摆问题来啊！你所住的大楼，若是无迄个安息日电梯的时阵，要安怎？美国都有安尼，就是犹太人住的社区。有迄个无迄个安息日电梯，所以有个人吼伫迄个电梯门口伫遐等啥物？等看有人入来无？有人饲电梯入去，伊就对后壁入去。结果迄个人检测敢若住5楼，伊就饲5。
啊，伊若是住犹太人啊，住10楼咧，伊就乖乖啊5楼嘛对人出来，家己搁行路去。即款的律法的遵守，敢有意义？我嘛捌分享过，我有一回去中会参加即个牧师传道书的在职训练，伫邦桥的希尔顿饭店，迄个饭店真体贴，有一台电梯叫做安息日电梯啦。这可能是迄方便来参加的犹太人。安尼看起来，犹太人受这个律法的束缚，其实是真久长的历史。这种盲目的热情、盲目的热情，往往甚至安怎摕来定别人的罪。安尼，咱甲想看卖，守律法敢有真正的实践上帝听？敢有？无啦。所以伫这第4节，保罗做一个结论，讲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这个完成原文的意思是总结，也是讲完成目标、终止。就哪亲像一开始咱咧讲追求，亲像赛跑，你咧赛跑咧走的时阵，最后有一个终点线，迄个终点线到遐啊，我就走到遮为止啊，免阁走啊。基督就哪亲像迄个律法的完成迄条线共款，到遮过啊，无需要阁安尼走啊。基督已经完成啊。这个比赛过去用律法已经结束啊，律法无阁亲像基督来以前安尼支配上帝的选民。这个比赛结束啊，爱的是信靠伊。所以圣经内面第10章12节就咧讲起，既然信伊的外邦人甲犹太人无有分别。这是基督来，伊已经安怎完成律法的目的啊？就是讲比赛结束啊，莫阁用律法来比赛。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启示？我想有2个，咱会通做阵来思考。第一个就是用健康的罪视感来取代病这个病态的罪恶感。因为犹太人追求律法的热情，迄是伫受掠归回了后渐渐形成。伫文书以斯拉以后所建立的法利赛派，因已经将守律法渐渐行往一种的律法主义。所以大概伫耶稣甲保罗的时代，这种律法主义达到最高峰。犹太人遵守律法，迄款真做一个热狂的地步，应用律法来检视家己，惊讲家己大做无够，上帝安怎会审判、会处罚，甚至安怎将律法来真做定别人的罪。所以律法所带来的是一种病态的罪恶感。保罗伫遮讲，这种热情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虽然是充满热情，但是方法却毋对，无有迄个启蒙过的热情，是一个盲目的热情，反倒当掠家己做义，用家己的方法行为来要称义。靠着家己的行为大发热心来遵守律法，却无去发觉上帝意爱是真正的信甲疼。所以，迄个罪恶感伫律法的控诉下底，这罪恶感是负面的情绪，伊会带来自责，讲我做了无够，我不被爱，伊的性命带来是软弱，甚至安怎会动弹不得。有一本册叫做《恐惧学》啦，恐惧嘛有人起来做经历。迄个恐惧学
内面迄描写，讲咱现在的人是有史以来上健康、上长岁数、搁富裕的时代，但是咱的行兄却无因为安尼来减少，反倒当行兄是愈来愈济。惊你无够健康，惊你无够好业，伫咱的时代内面，这是非常拢矛盾的。迄个惊兄罪恶感，无法度互人得到透放，反倒当去控制别人，伤害别人。所以有真侪时阵，语言的暴力、丑女，哇，即种的伫选举内面嘛看足济。啊，叫一个30几岁讲，啊，你还袂生哦，等你回去怎么样？这拢是一个真离谱的代志。通过语言的暴力，甚至去甲人屁想、讥笑等等，这拢无法度带互人快乐安慰。过去有当时可能台湾的父母真够骂囡仔，迄个骂囡仔，甚至骂安怎讲，你太歹去死死的，你看你憨慢，太歹去死死的。我以前就捌拄着一个学生，伊就是因为即句话带互伊的伤害，伊感觉讲伊安怎做安怎努力，拢无得到伊的父母的认同，甚至听到你太歹去死死的即句话，竟然有一天是要走去自杀。好佳在伊的同学知影，甲带来教会。伫教会内面唱歌祈祷，伫迄内面，逐个人互相接纳，所以这个囡仔渐渐伫迄个环境的内面，知影讲上帝疼伊，伊是特别的，无因为人看重人所看重的，人所带来的伤害，互咱加深迄个罪恶感。但是圣经内面，保罗就是咧指出，迄当时犹太人即款的律法主义。所以伫遮咱咧讲，咱要有一种的正确的认捌。倘若讲毋是根据正确的了解，安尼正确的了解是啥物？正确的了解就是安怎？知影咱人的无够业，咱认捌家己的错误。对迄个知影罪到伫认罪，这叫罪视感。一个人讲啊，你破病啊，伊讲无啊，我都无破病，没有病视感。咱有当时人，咱需要有迄个罪视感，家己自我认捌家己的无够业。咱亲像过去伫迄个奴隶蓄奴的时代合法，但是只有少数迄个蓄奴者，伊认为这是安怎？这是毋对的。但是伫蓄奴，因若去反省着讲啊，我这侵害人权的时阵，安尼因迄个罪视感就比较较悬。伫咱的时代，对罪的觉醒、了解。迄是愈来愈与时俱进的，所以咱看到一寡选举的时阵，迄个丑女也是歧视的言语出来的时阵，迄拢活伫过去呢。咱嘛爱学习，咱无搁活伫过去迄款，去甲人定罪，去甲人屁想，去甲人伤害、踢笑。反倒当咱爱活一个是新的时代，咱爱对罪爱有觉醒，咱爱不断来悟证。保罗用伊家己本人的经验，伊过去嘛是即种的为着律法大发热心，甚至保罗3摆捌提起伊大马士革的经验，伊过去嘛掠家己是做一个。义人，伊
掠基督徒关伫监狱，因为因咧甲伊定罪。保罗过去无改变，绝对化伊本身，但是伫大马色跋倒的时阵，保罗安怎？目睭看无啊，盲目、无助。伊过去是掠家己做义，伊用罪恶感来控制别人，也控制伊本身。但是伊痴迷啊，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但是伊的心灵的目睭受拍开。伊转化成做一个有罪视感的人。咱咧讲有病不可怕，惊的是一个人没有病视感。同款的，每一个人拢有罪，但是惊的是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经文内面咧，甲咱讲起，基督已经完成律法的目的。过去律法跑走迄条线已经终点啊啦。伫基督内面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毋是用比赛，是用听的。咱听上帝敢有够？咱听人敢有够？新的诫命就是咧甲咱讲起即项代志。所以，愿圣神带领咱，帮助咱，用健康的这个罪视感来取代迄个病态的罪恶感。敢若真单纯用信心来到伫上帝面前，来信靠伊的救赎。第二项要紧的假释启示是要互咱知影，基督成做咱的，互人跋倒的石头，也是宝贵的基石。这是问号。在问咱，这块石头有啥物的意义？一方面是神圣可畏的绊脚石，另外一方面是宝贵的基石，也是防脚石，也是石盘。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有人会因为基督这块石头跋倒，嘛有人会因为基督这块石盘。会通起造信仰的性命，伫末日无抵到见效失望。所以刘英兄这基督成做咱的塔盖，也是咱的宝贵的基石。拒绝基督的人，这块石头对伊来讲，就是一种审判，互人跋倒的石头。检采咱来讲。无啊，我无拒绝基督啊，无啊，我无拒绝啊。但是耶稣捌甲伊的门徒讲，毋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拢会通进入天国，只有实行我的天父旨意的，才会通入去。耶稣基督教导咱服侍迄个智美蛇一个，远离权力的傲慢，爱谦卑做奴仆，实践公义，去怜悯人，这才是真正咱的信仰所起造伫石盘顶。无去实践基督的教导，这块石头就会成做审判咱跋倒的石头。如果咱将基督当作是宝贵的基石的时，这个石头，这个石盘，就是成做咱起造信仰的根基。将信仰起造伫基督的石盘顶，不断来学习成长，促进上帝的国，实践上帝的旨意。安尼，才是真正。咱的信仰是起造伫宝贵的基石顶头。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赞，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典，互阮通过圣经的启示帮助阮，互阮知影过去自用家己的快乐行为，遵守律法，
的时代已经到伫基督结止，迄个比赛已经过啊。伫基督开始，阮要用信心、用听来军队主。伫新的时代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的听内面，单单来信靠你。无任何的物件，无论天顶地下，会通来隔绝上帝通过基督对阮的听。愿你是阮因带阮，特别2024年的一开始，将阮正兄姐所有的家庭交托伫主你圣手。愿你因带阮行一条上帝的道路。愿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来吟圣诗444首，圣诗444首，祝你调明河顶清楚，来进入咱今仔日的就职典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小会要来奉三位一体上帝名来奉立张乃君做教会的长老，来设立陈兴志来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利未人三甲做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长老来甲服侍上帝话的牧师，甲伊三甲管顾，甲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分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教育青少年，引带求道的，造就信道的信仰，
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赴中会总会来督务教会的发展。即时要来邀请两位要就任的长老来到伫台前。恁两人要成做这粒教会的长老，恁就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抑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基，抑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成立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抑无？恁欢喜做这人教会的长老，着尽忠服侍主的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伫你教会来荣光上帝，恁有要用真实的心来行，抑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甘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抑无？即时请会友来起立来应答。你也固定伫咱这人教会聚会会节目伫遮，也请你起立来应答。即时请咱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你已经竞选张乃君、陈兴志来做恁的长老，恁要用真实的心欢喜来接纳因，抑无？因照教会的法度来治理。恁着用欢喜承受来顺探，恁约免的行，抑无？因为着恁着爱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会通尽长老的本分，恁约免的行，抑无？为着保持教会的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释法，毋通四界报扬，理解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免的行，抑无？即时乃群长老要受按立，请来头前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愿感谢你恩典，因为你是捌正人的心的，佮照你的所爱来竞选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我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你无限的疼，伫你的囝的血，阮会通得到救赎、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众人的中间来竞选人，甲你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互有侪人有分伫至圣荣耀的圣职，这是何等的荣光！阮只有用感激来应答你圣的呼召，只是恳求你来监察，跪伫你面前，张乃君，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你成全你的旨意，通过你的罗国的画手，奉立伊做教会的长老。来照顾上帝的羊群，主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对天理、对伊的呼召的这份。
求你甲伊同工，赞伊的气力来做好你的车用，互伊会晓伫服侍中间仰望你，军对你神的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修饰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衬，互伊所看顾的羊群，时常会通伫青翠的草埔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溪水得到止渴，伫凉冷的树林得到安息。求你赏赐伊有疼心，互伊会当亲像你捌为着羊放弃性命；赏赐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超找失迷倒转；赏赐伊有自信，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行前，带羊群伫头前行。无论伫欢喜、艰苦、富足，也是悲惨，求你，互伊会记得今仔日的誓约，对伫你的呼召，受奉立做长老，互伊忠心尽职，直到徛伫审判台前，通对你得到阿老讲好搁尽忠的罗卜。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同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正做济南教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教会规矩交代恁的。当圣神奉立张乃军做长老，设立陈行志做长老，恁就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毋是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来做羊群的模样。就是咱的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阳光袂败坏的免流。会众请坐，即时请小会员来握手来接人。请咱也用拍鼓啊来接纳咱教会的长老，请各位长老来用这个正式来互两位的长老。请举手。即时要来举行祭祀的就任，请就任的祭祀来到伫台前。王嘉玲祭祀、曾凤艺祭祀、陈怡轩祭祀、谢梦如祭祀、霍家伟祭祀。即是小会要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来设立恁5位正做教会的职事。伫初代教会有设立7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咱也景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当恁要就任济南教会的职事，恁就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誓约，请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这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也无？恁
愿意做济南教会之事，就爱尽忠恁所受托的，来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来利益伫伊的教会，恁玉面的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爱倚靠伊来设法，恁玉面的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即时来请会众起立来誓约。大理经竞选王雅玲、曾凤艺、陈义轩、谢梦如、霍家伟来正做恁的职事，恁有用诚实的心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务，恁就爱敬重因、听痛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介妨害教会的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同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正做济南教会的职事。煞通知政会有知，这个职分是照教会规矩交代恁的。当恁受设立做教会的职事，协助牧师长老，就爱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教会的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会众请坐，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请洪文长老。咱用拍鼓来欢迎接纳咱请会座，这是要来举行咱今年度各单位首长的这个就任。助理校校长洪雅玲执事。他叫请来到伫台前，乡里团结会长徐春惠长老，陈昌杰伊请假，施松伊嘛请假，过来希望诗班会理长老，耶杜顿诗班的队长会员，可能请假另外嘛迄个后来迄个种子敬拜团这个玉婷好好多客气嘛请假这是恁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恁要来领受恁所受交托的责任，恁就爱应答我所问的问题。当恁要领受恁受交代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恁就爱倚靠
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免行也无。宣告会将车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南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正做教会各单位的首长，而且恁就爱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也常常注意关心恁受交托的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会众请坐。咱转向咱的兄弟，咱用拍鼓啊来欢迎咱全球的同工。请回座。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三项事来祈祷。第一，为着新任的长老、执事、省长的就任甲服侍；第二，为着民主台湾1月13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第三，为着1月18到25基督徒合一运动祈祷周。最后要请蒋友全执事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实行公义、搁带来和平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新任中职甲首长就任的日子，后礼拜是总统甲立委的选举，要决定未来4年国家的领导者。正月18号到25号，搁有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恳求上主你的话语甲教示，会当成做阮的智慧甲疼心，互事工团队热心为教会甲会友服务，坚固阮的信仰。也互阮做一个基督徒的公民，参与伫政治中，毋但是投票甲议论，阁会当用行动实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做伙行。伫多元甚至是冲突的社会中，有缘疼厝边、疼弱势者，甲疼意见无同的主内兄弟姊妹。伫佛摩萨即地上主，你赏赐互阮的美丽岛，起造一个疼甲公义的家园。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公义甲仁爱的名求，阿门。即时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坐。请来看今日的周报，通知事项。这个月伫月长老是叶凤英长老。第一项，今日伫礼拜中举行新任长老执事甲单位省长的就任，敬请兄弟为着中级同工的委身甲服侍来代祷。我称呼敬请省略。长老是陈兄弟张乃军，执事是王雅玲、曾凤基、陈怡轩、谢明如、霍家伟。首长是儿童水疗校长王雅玲执事，少年团契会长徐春惠长老，妇女团契会长黄千琼姊妹，阿萨斯班的队长黄启祥弟兄，希曼斯班的队长是张干会的长老，耶杜顿的诗班是郭慧媛姐妹，种子敬拜团的团长是洪玉婷姊妹。第二项，咱教会地下室的停车场的清洁，甲机械的维护，有这个需要，所以停车场的管理维护的风险，一台车是新台票1000块，咱会当向办公室来登记。第三，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小会定伫2月初4礼拜日来召开2024年的会员好会。警察部门的主席的长老、单位省长也是调一人，将2023年的报告书以及2024年的计划书，伫1月12进前传到教会的干事者。第四，咱伫1月初7要举行神学礼拜日，是教会政治参与一直受到关注，甲神学的理论甲伦理的议题，主题是政治反抗甲灵性的操练。主讲是陈令安牧师，这是圣公会牧师。咱有请咱的执事庄有全执事来做伙来谈论这个议题，请新学院邱凯丽教授来主持。时间是后礼拜下晡2点，伫咱济南教会大礼拜堂。今日吼。亲子的迄个韩语课程吼，是伫后礼拜，过来连续3礼拜，伫咱的主日教室，师主是咱的赵和英牧师、蒲根英牧师，这个是免费参加，有意者请王雅玲校长来接洽。1月14，另外一个神学的礼拜日，这个是陈翠莲教授，主题是探讨岛屿的身世，重探战后台湾政治史，这个是一个新册介绍，是请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教授来讲，请咱的庄有全执事来主讲，时间是后礼拜下晡2点，有缘伫咱的这个大礼拜堂。第7项，咱地球北半球的每年1月18到25有举行基督徒合一运动的祈祷周。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基督徒运动，守护基督教会无共款的宗派之间的分裂，促进各教会的团体对话，甲鼓励所有基督徒彰显一个主、一个神、一个洗礼的含义。
今年是由长老会来承办，欢迎兄弟来参加聚会。太座的祈祷会是伫1月19拜五暗时7点半。基督徒合一的礼拜是1月20拜六上午10点，伫咱的教会举行。后礼拜有一个中级服侍的说明会，敬请新入的长老执事一定要来参加，也欢迎全体的中级来参加。时间是后礼拜日下晡1点半，伫203教室。一个开会消息是下晡1点，伫咱203教室要举行今年度第1遍的中级会小会。请请中级备万心来参加。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教育的消息，顶礼拜出席甲奉献，请咱各期来看周报。即时要请黄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罗显宗牧师，牧师呢有4位伫咱中间，请起立，互咱来欢迎。过来介绍是林木清甲王玉平，对美国伊退休转来到台湾，嘛是仰慕牧师的朋友来请起立伫楼顶来欢迎。过来介绍是罗良堂，罗良堂，请起立，互咱来熟悉罗良堂。好。OK， 好，过来介绍是对西雅图转来吼，张振宇甲邱信军敢是，请去互咱来熟悉，好，我有看到钟义医师在我们当中，来，钟医师请起立，也让大家再一次欢迎。好，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予咱。补充一个报告，等一个新任的长老执事，咱要伫教会头前来翕相。咱来吟上营圣诗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吟诗后，请黄牧师来祝祷。愿为咱出世的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愿灵上帝重新创造世界，带来万物更新的圣神，也更新咱，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散会。咱今早起的第一场礼拜到遮，后面中庭有地饼会，有需要代祷的，请到教会边仔的雨伞骹